但係你睇呢一間咧係沙田嘅新晉豪宅，咁就係新鴻基發展嘅龍柏山。呢一間係一間4房，1218尺，咁就做到南北通透嘅。呢一邊你見到係望山嘅，而另外一邊咧亦都有大嘅玻璃窗喺呢一邊，係兩邊都通透。咁樣個格局咧喺香港嚟講，就算新樓又好舊樓又好咧，都係非常難得嘅。今日就帶你睇呢一間4房單位，大門密碼鎖出邊有3伙嘅，一梯3伙，一層3伙。電梯就唔止1部嘅，電梯佢有2部，仲有部貨 lift。呢個工人房都被稱為係最靚嘅工人房，因為佢咧有個非常大落地玻璃嘅工人套嚟嘅。欣賞多次窗外嘅景觀。呢度係睡房1啦，都係望住山景向東南嘅。睡房2一樣望山。睡房3咧就係套房嚟嘅，因為佢有多一個門喺呢一度開咗咧，就係可以做套房使用。咁跟住主人房就當然係套房啦，主人房嘅套房亦都非常之靚。主人房亦都係向東南嘅，有鎖匙隨時睇樓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